各位同學，你哋好，我係任教 THS 女款科嘅老師 Colin Sir。啱啱考評局出咗2016年嘅考生報告，考女款科嘅同學大概有4000人到，而能夠攞到5星級以上嘅成績，只係大概得70幾人。而我好榮幸，我哋都有一啲考獲星級嘅同學仔，喺經過1年嘅努力裏邊攞到呢個成績。我喺呢度藉呢個機會恭喜佢哋。我哋總觀翻2016年嘅女款科考試裏邊，無論喺模式同埋內容上邊，都同過往有啲唔相同。打個例子，喺選擇題裏邊，佢曾經問過有邊2個國家嘅首都喺同一條緯度上邊，亦問過餐桌嘅擺設。坦白講，我相信好多同學仔咧，對於呢個國家嘅首都咧都有備而去嘅，但係對於緯度咧就未必有啦。而另外餐桌上邊喺咁多年歷屆裏邊都未出過，我相信好多同學仔咧都忽略咗讀呢一個餐桌去考試。另外喺論述題裏邊，我相信好多同學都估唔到，今年考評局用咗巴特勒同埋普洛呢2個概念喺應用喺同一個情景上邊。今年我嘅課程裏邊，我會針對以上嘅嘢，會教你哋，會加強大家喺呢一方面嘅操練，務求大家能夠行入去市場裏邊，能夠得心應手。等我嘗試下運用下課題4客務關係服務裏邊常出嘅 RATER 呢個概念去解釋下我嘅課程。RATER 即係 R-A-T-E-R， 第一個 R，Reliability 可靠性。我承諾咁多位同學，我喺28堂裏邊將整個女款5個單元嘅課題教晒俾你哋。特別對於一啲適合新收嘅同學或者中午 miss 咗嘅同學，我可以保證你一定學得晒，咁就唔怕追唔切，亦唔怕教唔晒啦。第二 Assurance 可信度。我過往我擔任過考評局嘅閱卷工作10幾年，我批閱過高考、會考同埋 DSE 嘅試卷。我對於考生喺考試裏邊佢常犯嘅錯誤同埋佢失分嘅陷阱了如指掌。我喺我課堂裏邊，我可以話俾你知，你點樣答先能夠符合到考評局嘅要求，好讓同學們可以答題目上邊一指中的。第三 Tangible 有形性。喺我嘅講義裏邊，我會加入一啲英文嘅詞彙。我嘅學生用英文修讀女款科都獲得唔錯嘅成績，佢哋都有4級以上。對於一啲好難背誦嘅同學仔，我會加入一啲圖像喺我嘅講義裏邊，好讓你用圖像化嘅模式加深幫助你嘅記憶。另外，我亦配備咗有不同嘅練習，俾同學仔可以喺屋企裏邊加強你哋嘅操練。第四 Empathy 同理心。我會採用小班教學嘅模式上課，好讓我能夠喺課堂裏邊照顧到每一位同學嘅上課嘅進度。再者，同學們如果喺課後有問題嘅時候，你可以打電話俾我或者 WhatsApp 俾我，Colin Sir 一定會回答你所有嘅問題。喺我課堂裏邊，我亦會教授好多唔同嘅答題嘅技巧，得以協助一啲成日唔知道點樣諗 point， 唔知道點樣爆 point 嘅同學加以掌握。我亦歡迎同學交你嘅論文俾我批改，好讓你哋能夠知道你哋有啲咩地方可以提升。第五 Responsiveness 反應力。我會將5個課題串聯一齊，再加上一啲日常生活女款科嘅例子俾大家，好讓同學們能夠喺課堂上、學習上、考試上加以發揮得融會貫通，更加有效能。同學，我承諾你所得嘅必超越你嘅期望。我係女款科老師 Colin Sir，課堂見。